我係因為心絞痛咁入咗屋企附近嘅公立醫院啦。咁當我情況穩定咗落嚟之後，我就想轉去私家醫院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同埋治療。咁但係我又唔知點做好喎。咁所以我即刻聯絡翻我嘅保險理財顧問啦。咁佢就即刻聯絡翻佢哋網絡上面嘅私家醫院啦。呢個個案咧就係因為客人已經係心臟病入咗政府醫院，家屬就希望可以幫佢轉去私家醫院。但係喺呢個過程之中咧，我哋首先要決定嗰個客人嘅醫療狀況係可以接受嘅。第二咧，我哋就揾到我哋網絡嘅醫生，安排一間醫院。當一切部署好之後咧，轉送佢出去。咁好快咧，第二朝就我嘅理財顧問咧就打電話俾我，咁佢通知我就話廣怡醫院咧就有個床位，下晝咧就幫我安排咗轉院入住啦。今次真係好彩啊，有新 Life 永明嘅同事幫手，令到可以好放心、好快咁樣得到適切嘅治療。幫到客人就係我哋專業團隊最大嘅動力。購買咗指定嘅危疾計劃或者高端醫療保險計劃嘅客戶，可以透過我哋嘅醫生保專上醫療服務24小時服務專線，協助安排預約喺香港嘅專科門診、醫生轉介、日間手術同埋住院，為客戶尋找更合適嘅治療方案。若果客戶確診由醫學專家診斷嘅合資格病症，可以向香港嘅網絡醫療專家尋求面對面嘅第二醫療意見。醫生保更加會為合資格嘅客戶提供免費嘅全面癌症基因檢測，有助提供更精確嘅診斷，從而定製個人化嘅治療方案。